果这起案件发生在当下，现代法医则能够从蛆虫上读出更多信息。那我们把这种蛆虫呢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让这个蛆虫继续发育，它成虫叫苍蝇啊，对它种类进行鉴定。第2部分那个蛆虫啊，我们就用测量它的长度。以中国分布最广泛的丝光绿蝇为例，假设提取到最长的丝光绿蝇蛆虫为1.5厘米，按照法医昆虫学家的统计数据，丝光绿蝇的蛆虫生长速度为每天0.2厘米，由此可推算出这只蛆虫已经生长8天，意味着这名死者的死亡时间至少在发现尸体前8天。